头来看，人讲千金买厝，万金买厝边。伫中华的福安里有里民就发起提出旧相片来做展览的活动，民众是甲厝内一寡旧相片拢摕出来展，逐张拢有超过30年以上的历史，会当看到当时的时代变迁，也有过去生活的痕迹。一张超过30年以上的老相片，记录当年的生活模样。这是彰化市福安里里民自发性举办的展览活动，今年是第2届。主办人王景玲表示，较早厝边头尾拢真好咧，但是即阵大家生活较无闲，较无咧烧借问，希望透过安尼活动，重新牵起地远的感情。阮的厝边有人是做田的人，有人是做这个竹米工厂的，所以代表阮这个社区伫1960年代到那有真大的变迁。所以这个规个活动，阮家己展示伫个外口，就是希望这老相片又传达出一种真好的这个时空的感觉。农村社会牵水牛，古早时代的柑仔店。也有1968年，中华南药宫进行社舞团伫庙埕练武功的相片，里面嘛拢欢喜来分享当初少年时阵的生活。进前就是咱武馆迄日本中国军阀联盟协会会长佐藤金兵卫来访问。我就感觉讲王老师办这个足有意义，个咱这社区真好。这边的老相片为1952年到1992年拢有，为现主时开始展出到明年。活动规划人王景玲嘛邀请民众，若有经过这条巷仔，会记得停落来看卖，无伫卡会当为老相片内底找到属于你的生活记忆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